宣道會華貴堂乃華貴村內唯一嘅基督教教會，除服侍主內肢體外，亦本着耶穌基督非以役人，乃役於人嘅精神，服務區內居民。本堂之兩個堂址，分別位於華貴村華廉樓地下及田灣嘉和街永穩大廈2樓。華廉樓地下堂址唯一設備完善嘅自修室，方便區內學生溫習功課，並常舉辦各類型嘅兒童及青少年活動，包括兒童及青少年成長訓練營會、升學講座、組隊參與體育比賽等，讓佢哋嘅身心靈都得到均衡而良好嘅發展。由於華貴村內長者眾多，我哋亦非常重視長者工作，曾多番舉辦敬老活動，包括送暖行動、教會請飲湯、長者看燈飾、百福袋贈送，並派出傳道同工及會友探訪長者，主動了解佢哋嘅需要，提供適切援助。現時本堂逢星期五都會舉辦長者聚會，時間為早上9時30分，歡迎參加。自1991年華貴村建村以來，我哋舉辦過嘅社區性活動還有旅行、嘉年華會、聚餐、聖誕報佳音及新年社揮春等，深受坊眾歡迎。華貴堂之崇拜聚會時間為逢星期日上午8時15分，田灣堂址之崇拜聚會時間為逢星期五晚8時正，星期日上午9時半及11時半。地點為田灣嘉和街堂址，另有為不同年齡人士而設嘅小組，歡迎參加，與我哋一同認識上帝，探索真理。